优点，可是它只是一个优点。因为刚刚讲安尼袂使，我爱做事，因为爸爸一定真好吼。已经来天咱唔买得上，迄个变成讲咱的优点，讲迄个点，咱搞迄个点，其实咱无引导伊，我同引导，我同引导，咱拢零点咧，思考讲为什么伊那安尼，为什么伊那安尼，为什么？讲迄个伊要变成一种优势，要互伊当对咱起来时，必须爱伊即个爸爸爱改变，因为伊爸爸有因为安尼改变很多。有改变做我无？你是对伊的话先去改变，你如果我若安尼话，搁伫遐咧玩迄物件，搁伫遐咧跳舞咧，也不变迄物件。你种种迄物件拢无法度改变事实的时阵，伊到尾来是无改变。是当改变了后，当中迄个细的物件出来，细物件出来，迄个面。变成讲是全方位伊个感受就对了。当伊咧感受迄个过程当中，一定爱先就是对能力先改变。就是无能力的配合伊哦，是一定能力配合感动，互伊去对咱，这个叫做优势。安尼哦，这个优势哦，哦，所以优点袂当变成优势，重点是。咱无落伫咱的心内底去改变，哎呦，袂当形成一种引导力。咱要看这个代主，咱无一定要来看啊。咱要相夫教子，咱无一定要来信啊。为什么引导力？咱因为讲咱无够好，咱因为讲今仔日。
咱的引导力，咱背咱看不到未来。这是咱要思考的所在。所以落来的话，咱讲反点，伊会变成缺陷，缺点会变成缺陷，来自于无知，因为有理的物件。所以上尾找有理的物件变成互咱hand落，一个家庭hand落，一个生命hand落，拢毋是上袂几的物件啦。迄个上袂几内底有足侪过去点点滴滴的无知呢？无他有可能讲迄个项会全部hand落，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原因。那个原因就在于无知。所以你点点滴滴的教育内底，咱袂多重视。迄个点点滴滴内底，咱看见咱内心世界缺点，咱袂好重视啦。咱认为讲迄无要紧，迄无要紧，无要紧到尾来，迄会含的绝对含。含落啥物顺便含？毋知研究绝对含。那安尼的话，咱要安怎互研究会含落？重点就是对迄个点。安尼所以关键条件不正，优点会当变优势，缺点会变成缺憾，优点对第一，要互咱较好就是智慧，智慧的物件叫做明心见性，明心就是讲做单纯心，就是咱一定爱有理了，内心愈单纯，非就是指咱的内在，指咱的内在，咱的内在愈单纯，愈会当看见咱家己，咱的内在愈复杂，愈侪物件愈会当看见咱家己。所以非的物件明心就是咧讲自知之明，自知之明。咱一定爱先自知，爱有自知之明，一定爱看见咱家己过一搭有无圆满。咱看到以后当中较实起来改变，莫家看到甲放落去，看到甲故事，看到以后搁家合理，搁家种找足侪理由来原谅家己。若安尼的话有自知无？自知甲有知，自己嘛是有理。虽然有看，搁放互无看，搁摕足侪理由来合理的时阵，其实会想要找理由的人当中，其实拢有足侪有理的所在。安尼所以非的物件就是咧讲毋对就毋对，没有什么好讲，就是这么简单做不好就做不好，我改变就快点改进，安尼就好，没有什么好讲，也没有理由。真内底叫做啥？明心，叫做主理进入到现行，现行的意思叫做率性，叫做实性。从咱的自性当中，咱的天性去来流露出来，叫做变性。用这个变性当中来面对咱的意义，用咱的天性来面对咱的意义，来做一个抉择。用咱的天性当中来面对着咱人与人，个人对事人对阮的关系，这种理。所以咱透过自理了后当中，咱下了。这个知人的过程当中，咱的内心当中是单纯，安尼才会产生智慧。咱的内心若无单纯，产生出来都是智性。所以智性伊就是一种的力量。咱的内心单纯了后所产生的智慧，智性是一种的力量，伊是无单纯心所产生的。智慧伊就是一种的力量。所以知识和知道它是不一样的。知识它是一种力量，知道它就是一种力量。知识伊是咧讲个体的力量，凸显我的能力、我的才华，
看清片，看团，向对方的角度，咱就知道，安尼啊。所以知识伊是咧讲能力，知道伊是咧讲境界，这两个共款哦。哦，啊，知识伊是咧讲点，知道伊咧讲谁，知识伊咧讲你，知道伊咧讲点，爱讲义，哎。所以真正一个入到道，知影迄个道当中伊讲是咧讲义，对先生的义，对太太，对囝义，对媳妇的义，对着咱头家的义，对着朋友的义，拢咧讲这哦，他都在讲义哦，他是把义放在他当成他内心的前提哦，安尼哦。哦，所以讲今仔日理性伊是咧讲价值，知道它的价值，伊咧讲价值。哦，所以知道就是一种智慧，伊就是一种能力。啊，那安尼为咱理解两个理性啊，知识和知道来变来两个，我们应该以所重视。以上一为中心，这个。啊，那安尼以上一为中心所产生出来迄个抉择，迄个幸福是安尼，啊。智慧呢，就是放学就是智慧。求学之关，要放学，爱安怎？诶，用心求证，用智思考，用心求证。咱要有智慧，诶，一定爱安怎？用心求证，用诚心去求证。哎，哦，用诚心去求证。诚心就是咱的道理，咱的道家就好，是惊咱去求证。咱若要去求证，咱有担心，所以咱要求证，为什么爱求证？无求证咱袂使，袂使。毋过要求证，较容易去求证，爱学咧我咧，认真去求证，投入去求证，用心去求证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安尼嘛吼。所以语言内底，咱爱用心去求证，因为安怎？因为咱有用心去求证，求证过了后，确定这条路应该爱行，咱就认真过行，认真过行过体验。因为咱的认真当中，搁用心当中来感受着这条路无行无使，因为安怎？因为咱咧行的过程当中，咱会期待咧讲，我爸爸妈妈行了，安尼今仔日咱感觉认真。咱若求，行了毋对，就代志对咱行了毋对。规家伙仔做伙毋对呢？因为咱带头的人呢，对，安尼爱认真无？爱认真求证无？安尼，袂当讲凊彩呢。我惊你的，啊恁若惊你的，哦啊看恁安怎？对无？我认真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证实着我行一条路。啊，若要行要证实行一条路，敢要较认真呢？较投入的，用较一想的物件较摕出来，来看讲我行一条路。安尼是咧对啥交代？对我家己交代嘛？咧对我兄弟交代，咧对我的家人交代，甚至对啥交代？对祖先交代呢？安尼咱有重要无？所以今日就是，爱以理为真，因为咱即马咧听到的是用感性的体会，感性。